嗨，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文哥，我是阿文哥。好，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歌曲，客家流行歌呢，是温隐藏小姐所作词作曲演唱的《鸡条火巴》。鸡条火巴，她这一首歌呢，是在99年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赛客家歌组得到第一名的歌词的意境写得很美很棒有很特殊的含义这是阿文公录这个影片第二次录了，因为上一支影片有一些地方有错误的地方，那我们这一次呢，我们把它录得更详细，但是详细不会冗长，我们会把它精简一点。好，首先开始来听这首歌《鸡条火巴》。鸡条火巴是什么意思？鸡条就是那一条，火巴就是客家人客家话讲火巴呢，就是指大一点的河流啦，大约是3-5公尺宽以上的河K 台语讲的 K 边那个 K 我们就叫做火巴好，来开始听。几条河巴从一条mang出来，就流啊流。几条河巴从一条蟒出来，就流啊流那一条河在太阳一条就是太阳，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就一直在那边流啊流流个不停就流啊流，就流个不停了。流过山峰北港嘅脚下，流过山峰北公嘅脚下，那个山峰就是山上面，象就是我们客家人讲的那个山上的意思景象的象那个脖子那个象山峰嘅北公嘅脚下我们客家话讲北公呢，什么是北公北公两个意思，第一种意思是指比我们自己的外公或者是比爷爷还要年纪大点的男性，我们会称他为北公，就是台语讲的伯公那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土地公田头田尾田头田咪我们在务农的在田的旁边，田头田尾都会有土地公。这个土地公我们就叫做北公北公。我们初一十五要拜北公，就是拜土地公。好，那流过这条河流过山峰北公的脚下，就是说它流过了那个土地公庙的脚下。意思就是说那个旁边流过去的流到崖嘅梯橋瓦鋪嘅木卡，流到牙嘅太橋阿婆嘅木卡，流到就是流到牙嘅就是我的，太桥阿婆，太桥就是胖胖的太桥阿婆就是我的胖胖阿婆的木卡，就是我胖胖阿婆家那边去了，流到她阿婆家了。那个太桥这个意思呢？那个字幕上面我有讲过说，它字幕上打成了桥桥太桥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字幕啦我们客家语其实也是有汉字的。这个桥呢，就是金箍棒的那个箍金箍，那个孙悟空头上面戴那个金箍有没有？那个箍，发箍的箍那个东西我们叫做桥，
也一直就是一个圆圈的圆圈圈啊，圆圈的东西。那台语讲的哈，大箍啊，大箍诶，好，就是也是指胖子的意思。好，那客家话也是一样，太口那个口就是哭哈，就是太口就是胖胖的胖子，对。太口我碰，给董事悄悄啊讲讲。太口阿婆给董事，就是我这个胖胖的阿婆啊，年轻的时候啊，是讲秋秋讲讲，就是瘦瘦的，漂亮漂亮的，好，秋秋就是瘦瘦。公主爱嫁到山脚下做新娘，天公主爱嫁到山脚下做新娘。天公就是天亮的时候啊，那个阿婆啊，就要嫁到山脚下去当新娘了。好，这边阿文国再来稍微提示一下，就是说这首歌呢，其实借由这个太桥阿婆开始嫁人出嫁，从提眉更填满宫，准备要嫁人当新娘，然后一直到后面的借着这个河流的贯穿了不同的从早晨到中午到黄昏到夜晚，也代指了人的一生。这个太桥阿婆的一生，好。伊脚车强强，行好好把顺，好把。鸡脚脚锵锵，就是阿婆啊，那个阿婆啊，太桥阿婆的脚脚就是脚印，意指就是她的脚步的意思啊，卡步哈，脚步锵锵，轻轻的，行过河巴啊，好。水清清，照到风风嘅叫话。河巴水清清，好，那叫河水清清，很清澈哈。河巴水清清，走到风风嘅口诶，哈，风风就是红色的红嘅口诶就是轿子。红色的轿子啊，我们出嫁嘛，新娘要出嫁了，就是会有一个红色的8人扛的那个轿子哈，新娘的轿子。摇啊摇，轿子摇啊摇的，准备嫁到山脚下出嫁的阿婆要出嫁了。当然那个时候她是小姐。一条转来也流啊流。几条河巴，好，那条河啊，一条转来，太阳已经变烈了哈，就是变热了，变很烈了哈，流啊流哈，就是意思说现在到了中午了，也是说这个人生啊，到了一个日正当中的时候了。流過田頭北公嘅腳下，流過田頭北公嘅腳下啊，流過那個田頭啊，這個田的頭啊，北公嘅腳下，也土地公的腳下啊。流到崖嘅太橋話鋪嘅屋卡，流到太橋阿婆嘅屋卡，就是胖子阿婆的家啦。太橋話鋪，把電梯實則聲呢，一票為數結發現。太橋阿婆這個時候幹嘛呢？她背着 T 恤扎身影呢，哇，好多小孩，她生了第10個小孩，樹起泡嘅樹，那個起泡就是手起泡了，哎呀，新娘嫁過來生了10個小孩，做了好多的家事，也務農，所以她的手也起泡了，ทัก燈髮巾，那個綁着花巾，花巾就是我們客家花布那個花巾哈。
猛火紧点出来，望着火，什么火？其实就是应该是炉灶的火哈。火紧点出来，就紧就是快的意思，快一点哈，夹夹哈，点出来就是点着火哈。为什么这样呢？日正当中了，这个阿婆啊背着小孩子，赶快要来煮午餐了。煮午餐要干嘛呢？后面这一句，行到河巴顺，河巴水急急。煮完午餐了，好来，行到河巴顺，走到河边啊，顺就是边边哦，行到河巴顺，河水急急，河水急急的，河水为什么急急的？其实河水可能没有很急，是他的心情很急，急着要送餐去给他的先生吃啊。照到行树风嘅泛滥，摇啊摇。河水急急的它那个反光倒影照着他的手上那个篮子，摇啊摇篮子摇啊摇，他那个什么篮子，提着餐便当提着餐那个午餐的篮子。中间这位间奏很长蛮特殊的旋律啦，跟我们客家语言传统的一些歌谣捞腔样不大一样。幾條河巴，一條落山，汗流啊流。幾條河巴，那條河一條落山，太陽下山了，落山就是下山了。太陽下山了，汗流啊流，就是汗的意思是海流呀流的，從早晨流到中午，現在流到了日頭落山了，日頭下山呢，落山呢，汗流啊流。流過撞空北港嘅玉下，流過撞空北港嘅木下。这个时候是流到什么村庄里面北港嘅屋卡？它这次不是脚下了，不是脚下，是屋卡。那可见这个北港可能不是土地公，因为是流到他家里面去了。好，来下一句。流到崖嘅梯橋話鋪嘅屋卡。流到这河的水分支流到太橋阿婆的屋卡到阿婆家了。太橋話鋪嘅辣椒，衝定山果子。太橋阿婆大胖胖阿婆的辣鸡肉辣鸡肉就是台湾的客家人跟闽南人就是台湾人因为早期被日本统治过那个时候就被日文的影响了，垃圾油就是收音机，日文叫垃圾油也就是所以我们这边的客家话也会讲垃圾油来代称为收音机那收音机播放着什么歌呢？就是山沟子客家的歌山沟子。碗筷洗锵锵的，總起得無言來說。碗筷洗锵锵就是阿婆把碗筷洗得干干净净的。锵锵锵就是腔里，就是清洁干净锵洗锵锵總係等無人來食總是總係等無人來食，等不到人來吃。為什麼等不到人來吃因為阿文哥推測如果說這個是當做一個人的人生，從日頭當中就是壯年的時候，到了傍晚日落西山了，
也就是到了晚年啊，这个时候快要到傍晚夜晚的时候，也就是说阿婆的晚年了，那个先生阿公啊，可能已经过世了，他守寡了，所以呢，他煮了饭菜，第一个可能是没有老公吃了，然后第二个可能是小孩子都出外去打拼了，离开家了，所以煮的饭都没人来吃啊，就已经空巢期了吧。脚正天天的，通过雨把顺。记脚架一样啊，脚印啊，脚步哈，脚架脚的痕迹嘛哈。听听呢，听听呢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讲的慢慢的，稍微有点小心的，慢慢的走，这种感觉。听听呢，啊，为什么要听听呢？年纪大了嘛，年纪大了走路当然是慢慢的走哈。听听呢，谨慎小心的走路。雨把水袅袅，照到炎炎的相思的。雨把水袅袅，好，袅袅就是浑浊的水，雨把水袅袅是浑浊哈。照到又是以来了哈，这个他都是用这样的方法，照到炎炎的相思的，好，炎炎就是圆圆哈，相思的。它这边的熊席叶呢，我们不确定它是，因为我们客家话有香菜哈，香菜是那个演席叶，没有讲熊席叶哈，有啦演，人讲盐水，哈，可台语做盐水，演呢熊席叶，好，应该是指香菜，但是因为听起来像相思啊，有点是在思念某个人的感觉，相思耶。摇啊摇，好，如果阿文哥没有听错的话，如果他是唱演习耶发哈，演习耶张应该张黑哈，演习耶应该才是香菜。那个我这边还再稍微证明一下，相思耶哈，应该就是相思树没有错哦，因为我上一次录我是翻译成相思哈，客家话的相思树哈，那个我们是香水的香啊，那个相思的相，可是我们的思那个思不是思念的思，我们是一思两思的思，相思耶，好，相思耶是相思树，好，所以这边我会推测说，它是因为看，听听的走到后巴嘛哈，那去那边干嘛呢？扭给后巴水哈，映照着相思树。那阿婆在思念一个人哈，思念她的先生啦。接下来到了夜晚了哈。几条河浜，一共走路也流啊流。几条河吧，那条河，日光照路，月光照着前面的路哈，也流啊流，也流啊流哈。流過松浦北港嘅腳下，流過松浦北港嘅腳下，哎，這個松浦呢，如果它不是台灣員林縣的瓊浦鄉哈，那個這是一個瓊浦，是一個鄉鎮的名字，也有可能是那個種滿了松樹的一塊地的旁邊的土地公哈，北港嘅腳下松浦哈，
因为我们不确定它是讲的是琼浦乡呢，还是我们的有种松树的地方哈。因为松树的松，客家话叫做琼啊，琼浦。那字幕上面打穷，很穷的穷，那是不对的啊。琼浦北公给脚下，啊，这个北公一样是土地公。流到崖嘅太橋話鋪嘅屋卡，一样啊，流到啊太橋阿婆嘅屋卡。崖會染出淚嚟，記記是要變做將將嘅四妹嘢。太橋阿婆，我会认不出来嘞，我怎么会我认不出来太橋阿婆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的太橋阿婆，在他的印象中是，怎么变成了年轻的样子了？这个是一种很特殊的手法，有可能我认为说阿婆可能已经过世了，她的灵魂出窍了，好变回年轻的样子了。記腳車點點，行過河巴順河巴。阿婆呢，腳腳點點，她的腳步點點點點，就是安安靜靜的意思，安靜的走着哈。行過河吧，走過河那條河。水發發，照到甜甜嘅放音蟲。口巴水發發，發是發發哈。我们讲发客家话讲发发，就是很宽阔的意思。口巴水发发，走到金金嘅凤烟虫，亮晶晶的凤烟虫就是萤火虫，照着亮晶晶的萤火虫，金金，好金黄色的金哈，金金，也可以说是亮晶晶的金哈。有啊有，那个金金的萤火，金金的凤烟虫，应该是翻译成亮晶晶的萤火虫比较好。金金。好，这后面就没有了哈。以上这个就是给条火吧啊，温隐藏小姐的给条火吧，真的写得很有含义啊。借由一条流不停的火把水哈，然后借由一个太桥阿婆从年轻嫁人到日子当中生小孩，生很多小孩，做了很多事情，到了晚年日头落山哈，然后后来可能先生过世了，但是先生一直都没有出现在这个镜头里面了哈。再来就到了晚上，火把水袅袅走到炎炎嘅相思夜，那就是带成思念了哈。到了晚上到了深夜，月光照入，日光照入阿婆嘅脚架点点行过河巴嘅河巴什么意思啊？就是阿婆可能已经过世了，灵魂出窍了。这时候她变为后上臭臭讲讲嘅阿婆，像新娘子一样了。好，以上这个是很有意境的给条河巴。好，希望各位朋友们会喜欢我们的解说也希望大家能够学会客家话正确的发音。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们，请帮我们也努力的分享出去，按赞帮我们订阅加分享。OK， 以上就是阿文哥基本嘅安部为大家带来的几条河吧。OK， 安子说，陈梦怡，拜拜。